来继续来到高雄的前镇，这个坐稳凯旋站的外口，昨暝一台白班的客停车回收车，搁来传出着爆炸声。坐伫个驾驶座66岁司机下手来化救人，但是这个火实在太大了，根本无在条瓦根。就安尼，这个司机是活活烧死伫个车顶。这警消初步来研判，可能是手机啊，或者是平板伫个车顶充电，引发着火烧车。机能车火烧车火势有够猛，得到报案广告现场相队员赶紧用水线拍火。火真紧就被拍花，这个代志发生伫昨暝10点外。高雄捷运前镇凯旋站的外口，听到嘣一声，我看到这边就开始烧火了，我就打电话了。因为火伤猛，驾驶座司机未负逃生，煞烧死伫车内。经事后勘验发现讲，烟里烧并无导火，驾驶座头前的麦大帮、加副驾驶座头前拢有烧掉。据目击者称司机有向外挥手，疑似有求救的动作。平常在等待客人的时候，他是会在这个车内观看影片。是安怎？机能车会熊熊导火，阮来到保养厂问师傅，师傅讲，依照导火情形来看，应该甲汽车本身无关系。在充他的平板的时候，或是手机的时候，然后引起，车上可能有放一些化学的易燃品，然后引起这样爆炸燃烧起来。敢是手机啊，还是行动电源充电时伤过烧导火？确实的原因，犹待消防局火调科去鉴定。是讲修理车的师傅又按提醒讲，手机啊等等这款的3C 的产品，车内充电时唔通充伤久，酒精、赖达等等卡到导火的物件，落车时上好做伙提走，预防可能意外。